今仔下晡，一台三立电视台采访车雄雄拢入去中华银行吉利分行，造成10个人轻重伤，大部分呢是去银行办代志的含过路人，其中有3个重伤昏迷，加在拢有恢复意识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这40岁驾驶无食酒，讲是采访车失去控制，敢是这驾驶有精神等问题？这部分佫需要调查。 这台白色三立采访车驶过大路，向愈开愈紧，驶向主要大路，却是失去控制，冲出去，冲入去银行。现场拢甲乱糟糟，防锁线又起改变，毋但车是严重变形，银行也因为弄伤大力，弄一空有够大空，天棚的管线拢流出来 ，ATM 设备也歹去。 这车祸事故总共10个人受伤，伤者除了司机甲乘客，其他拢是银行的客户甲经过骑车的人甲过路人。其中3个人重伤，一度昏迷，加在抢救了后，就阵已经在人了。那他的说法，初步就是转述是机械造成的问题，是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呢，还是他的精神恍惚，或者是他的一个操控的失当？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厘清。 监视小组到现场来采证，造成事故车辆是三立电视台的采访车，60多岁4年的司机，23下晡3点外，在一个摄影记者出来，却是伫采访中途出事故。经过台北市一共过甲南京东路口，弄到中华银行、吉林分行 ATM， 更加一路弄入去银行内底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司机无啉烧酒驶车，伊讲车失去控制，也毋晓是毋是细心这原因，也等待调查。1、2楼看起来都没有实质的损坏。 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裂缝，所以不需要任何的支撑，只有一些这个砖墙已经毁损了。 对于这摆事件，三立电视台发声明核实的，讲会负起这个赔偿甲法律的责任，也佮协助伤者后续处理。也讲这司机的出勤甲休假正常，不过有关事故原因，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。内部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全面来检查采访的勤务，也佮这个用车管理的流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